許穎婷小姐。大家好，我係喇沙書院1957年中一 C 班班長羅偉聰粉絲大聯盟之譚科最好小氣關注組嘅召集人。我驚阿伯聽唔到，咁我盡量都大聲啲啦嚇。今日喺度想問下在座咁多位，歷屆嘅特首表現往往強差人意，唔知你哋有冇諗過問題同埋原因所在呢？唔講其他，講翻689，佢上任之後，香港話可以入到嚟管治最巔峰嘅位置，單係一個上任咗只係2年嘅梁振英，已經可以要我哋足足入咗公民廣場4次有多。到底呢個梁振英仲要搞幾多嘢出嚟呢？你間同教育局又出咗個乜鬼基本法視像教材，入邊嘅內容同白皮書互相呼應，推翻咗三權分立，又話高度自治只不過係程度上嘅比較。我想問一個受教內容完全唔符合基本法嘅教材，仲稱唔稱得上叫基本法視像教材呢？其實點解咁多人出嚟係因為呢個政府根本就唔可信，因為唔係由我哋真正咁揀出嚟，只不過係一個中央交出嚟嘅無腦特首。仲記得當時選舉嘅時候，梁振英講咗一句：呢度冇分唐營、梁營，只有香港營。你以香港無分，你又嚟氹香港人，你呢個689唔係真係以為你受到廣大香港人嘅歡迎啊？醒下啦，你哋得689票㗎咋？今日嚟到呢度，再多嘅理論唔講，試下當依間翻到2012年有一人一票咁選，何俊仁入唔入到閘我就唔知，但係當時有被揭發僭建一事嘅唐英年，仲有俾佢指證講大話嘅梁振英，仲有選情極為不利嘅何俊仁。你要我哋揀，我就真係揀唔落手，俾3個咁嘅屎我揀，我點揀啫？既然係咁，就算我哋2017有得選，咁都唔係普選啦。喺大家嘅政改方案之後，政府一連串嘅宣傳仲好笑。你哋嗰張咁嘅模擬選票嘅 poster 入邊寫住3個分別叫做李民新施政通為經濟嘅候選人。哇！我睇完心諗，俾啲誠意啦，作名都作個好聽啲先得㗎。你間算點先？即係要我哋喺李民新施政通為經濟3個工作入邊揀一個，即係有民生就冇施政冇經濟，有經濟就冇民生冇施政，咁你玩咩？再講啊，我就唔知你點睇民意嘅。當長毛示威嘅時候，你竟然話有時會忍唔住笑，你以為自己好幽默咩？喂，民意好笑咩？成班官員喺度整色整水堅尼地色落區，我就真係笑啦！你哋以為你哋好風光上面揮手，堂堂一個司長坐喺巴士上面，我當你機械人同空氣講嘢㗎咋？你咁樣倒不如坐喺 office 啦，又話落到嚟驚俾人圍，所以就唔落。喂，你咁你落得區預咗㗎啦，咩叫民意啫？如果你連意見聲音都用唔下嘅，咁你呢個公聽會隔離都冇用啦，你都係做樣嘅啫。少少題外話，想同梁振英講，古語有云：齊家治國平天下。我講呢個平天下，連齊家都未識，學咩人治港？叫人循序漸進，自己又跳晒 step 咁樣，香港人對住你真係交都費事派。講咗咁多，最後都有啲説話想同香港嘅沉默大多數同埋好好笑嘅藍絲們講。我哋成日俾人話廢青，但係比起我哋呢啲所謂廢青，你哋呢啲港豬們又幾時先識得瞓醒呢？正正經經做翻個香港人啦，豬係用嚟劏㗎。